台北内湖15岁囡仔赛车撞死3个人，伊的牌仔内底发现有电子烟油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这代表青少年要买电子烟甲加热烟是真简单的代志，希望政府加强稽查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。大店家人警力破门入去，积极敲锤，顺利查到双溪烟弹的毒品分装场，搁查到5个卖毒的油头。报请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动员警力自行搜索，查获犯嫌持有依托米酯原料，还有依托米酯烟弹成品。最近因为食双溪烟弹赛车造成严重交通伤亡的案例不时发生，国家发生15岁少年无照赛车致死3死2伤，少年牌包内底阁互人发现有电子烟弹，意思讲有掺尼古丁等物质的电子烟，严重危害青少年发育的大脑，会削弱因的认知力甲判断力。尼古丁呢本身呢，它是一个神经的刺激兴奋剂啊，青少年的大脑造成那个神经发育呢会受影响，有些人会比较注意力不集中、易怒啊，或是冲动。真侪 NGO 团体认为，这表示青少年真好违法得到电子烟的危机。青少年一定会当伫 IG 这的社交软体得到电子烟，另外加热烟嘛是一个问题。他用这种新型的载具，等于是他毒品的工具。那加热烟呢，也是一种用这种新型载具的一种。重点是，现在新型烟品的危害是对青少年是很明显的。好好的做一个整体一个规划，稽查取缔的动作，不是说当媒体有批评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抓几个案件，这是没有用的。对于这些广告促销贩售的，没有做稽查取缔。NGO 团体强烈呼吁政府为着下一代健康，爱提出魄力，加强对电子烟也有其他烟品的管控稽查。除了严格追查电子烟违法流通，对不法烟商嘛爱重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